感恩啊！我咧係咧今日咧就被大會邀請咧出席咧2025年感動香港頒獎典禮。好感恩咧，就係喺啦2023年嘅時候咧，我就係被選為感動香港個得獎嘅人啦。咁咧好感恩，能夠咧喺過去我依家係65歲啦，喺過去30幾年坐輪椅嘅生涯，喺香港啦18區啦，甚至乎去到祖國。當年點解係會被選為感動香港呢個獎咧？就係因為去汶川地震嘅時候，我咧就嚟到去地震災區嚟探訪啦。咁加上後期去苗黎族啦，喺祖國唔同嘅地方嚟到去探訪。於是乎咧，就係喺2023年嘅時候得到第3屆嘅感動香港人物。今日重達嚟到去會展，再睇唔同嘅得獎嘅嘉賓嘅時候，好感恩，好感恩，全是恩典，全是恩典。